道出，坤道出，讲师好，讲师好。好，请坐下。喂，吴姐啊，咱后面表演书啊，咱三位表演书咱各位名人、各位组长、各位团主、各位前贤代表，大家早安。老师早安。非常感恩感恩着咱老多年的主笔做事也帮助台湾，师尊师老谈的内底，头这人往来提升之必要呢，咱前人不前人的福气，各位这本书陪伴的，学校教有这好的因缘咱听伫咱重要的活动来参与着咱今仔日的青少的精湛班，互我听着这精湛班头壳拢戆戆，因为因为这精湛班听起来就敢若讲真正足超我这物件，这超我这物件当中，当然人咧超我是不可经验就失去，学校的经验无够遐，落实嘛无够遐，要怎讲互咱前辈遮听？这个难度有悬，这个难度是悬。所以今年度上界紧张就是这点因为咱诸位前贤代表会当讲这老菩萨和这前辈，大家拢是伫咱道场内底而且精英，嘛会当讲伫咱道场内底拢有一定的分量，相对的，伫这个过程内底，咱拢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也会当讲是咱点点滴滴努力起来。咧努力的过程当中，当然大家拢有人讲心酸的一面，欢喜的一面，这种点滴在心头。毋过当然，透过每一个班次，无归，拢要面对着咱的因缘。咱的因缘，任何因缘，拢有充满着无限的变数。这无限的变数内底，要怎去面对？就是学校今仔日要听咱共同研究的这个会校，因为你面对因缘，一定要有会校。这个会校嘛，是咱修道士上介重要的一门课程，上介重要的一门课程。会校这个字，会当讲就是世间定咧讲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情绪的管理，情绪这个物件，咱大家拢会甲伊较忽略，因为啥个代志，咱个人的代志，食好食歹我个人，以后有受苦无受苦我个人，就是安尼要受害，努力做这，毋过人讲无菜干，刚才我妈妈念咧讲无菜食鸭肝，无菜咧补啦咱遐尼辛苦，结果有足侪的过程，拢去付出去，其实真无彩。迄个无彩，有看到的人，捌的人，伊会替咱为着疼惜人，会感觉无彩。对无？叫咱无关系的人，伊会感觉讲你个人主业，这你过去的原因。
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咱来听听敬拜，即个过程。毋嘛讲透过大家互相研究，大家互相探讨，咱咧努力的内容当中，会当产生真正的价值。啊，迄个价值传，咱会愈来愈甜。因缘安怎变，咱的心会品定迄个甜的味。这个才是真正咱心中迄个价值啊，都有出来。所以今仔日叫我们来研究这个会好。今天咱来讲这个过去的这个小和尚，咱讲听一句话，当了一天和尚，来教一天的钟教一天的钟做和尚做一天，就要弄一天的钱。较早有一个小和尚，小和尚呢，小3年伊就成道，对出家。因师讲，你拢袂晓做啥，你着去甲我弄经。伊讲叫我弄经弄经是有啥物用意？伊甲小和尚讲你弄这个经大家起床听你的经，食饭听你弄经。你无弄经，伊袂使食饭。念经弄经，功课弄经，要困弄经。安尼你拢真有重要，所有的规个庙寺几千人拢靠你咧弄经来咧有迄个顺序来咧行道呢。你若无弄经，因怎啊落完呢？安尼弄经有重要无？做重要。啊，弄经有简单无？做工。啊，有重要无？做重要。毋过重要，迄个重要在迄小三年的心。伊讲安尼，我每一个时阵，一天爱弄一个经，我每一个时阵拢爱记经，拢爱谨慎，拢爱做细意来弄这个经，毋通互这个大家的迄个作息时间去乱哩。所以伊逐工做认真足用心，所以伊当伊咧弄经内底有迄个小三年精神，安尼啦吼。所以伊师父伊会感受着讲，这个小三年虽然咧弄经，毋过对迄个伊的态度和弄经的迄个精神内底，会当看出着这个对。虽然是一个小三年，毋过伊对这个小的代志，伊已经知影着，知影价值，伊知影讲要去用迄个心。这个小三年有果效无？甲弄经弄到有果效啦吼，敢是？安尼嘛吼。啊，所以因为伊的果效是伊的态度，伫伊的谨慎，啊，伫伊的道理内底去产生。还有叫做有心人，对不对？迄个有心人，经济弄久会怎弄到尾啊？怎变成啥？我是逐工弄个啊，弄到有够细个个，就安尼来弄一个，弄到尾啊，已经足纯熟，足纯熟了后，你心会放松咧，会嘛吼？就较无上进前的态度嘛。若安尼弄咧弄的过程当中，因师听出来的，感受出来。伊讲你莫弄经啊，你去看茶。伊讲是安怎？我著弄经弄遮久啊，弄不人当啊，今仔日也弄甲遮好势，是安怎？我是弄了无好呢？逐个有上课去耽误着，爱互伊较晚的安怎呢？伊讲师讲毋是。因为你弄经的精神态度已经走去啊，若安尼的话，你爱去另外一个意义内底，佮去继续去用心。所以，咱慢慢去来体会，迄个小事就敢讲，你展现出来这种的物件，展现出来这种的物件，虽然讲做细项。
重点咱对每一项事当中，伊的态度、伊的用心、伊的投入，若安尼话，迄个事的价也是真正，事本大小，咱的心有真实，有真假。事本大小啦，咱的心有真假，只要咱的心若是真实的，咱的心若是投入的，咱的态度若有出来的话，真内底做含少元素都有咱的火候，含主菜嘛有咱的火候，牛头哈嘛有咱的火候，有无？迄是迄个火候咧计咱的，毋是咧少元素咧计咱，是火候咧计咱。安尼，咱用啥物心？因为少这个元素的时候，你是用我爱这个道理来少这个元素，我是爱这个家庭来少这个元素，还是讲我不能用家庭啦，不建议我来少比赛。这不同款哦，这个不一样哦。有爱的成分里面的吼吼，它里面投入的精神里面，它一定可以感受到，在做每一件事情里的一种慈悲，内心的一种欢喜，而且是一种内心的祥和。我做到未来不成不去呢，拢我咧做，点解人叫我？拢我咧扫，拢无一两年，我咧扫一波啊，较侪人来倒扫咧。真内底没有内心的一种爱，所以理所当然我爱走了对，可是这些理所当然里面没有爱，没有爱以后，吼吼就跑掉了。会好的造谣，会好的造谣，因为来对无情啊。哦，做任何事内底一定后壁是毋是有挂一字情？那事情嘛，事内底若无情就无火候，无火候，你因内底这个事，它容易会生很多事对事会产生问题，问题里面没有情，没有真情，没有真情内底容易遇到事的波折内底，咱的情起不出来，无容易就会生，就有问题出来。这个所以咱唔当讲有人就有事，有事就有问题。其实关键唔对，关键咱的内心世界是，你的爱有够深，就这样吗？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听道理？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家己？改变我家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啥？就是这样嘛。所以，迄个物件咱慢慢大家来做一个探讨。所以，第一就是，所以咱慢慢大家来研究火候的真义，就是人面对因缘所产生的情绪的变化，所产生的情绪的变化。这个火候就是讲，咱人面对因缘内底一定有情绪的，有。毋过重点，这个情绪和情绪化无同款，情绪和情绪化不一样。圣人嘛有情绪呢，毋过圣人因为伊的主体了了，圣人他以慈悲、以爱为他的核心，所以说流露出来的情绪里面有伊的情。所以，伊的情会失控，咱人的情会失控，因为咱人内底流露的是欲，我们的欲望太多，所以因缘就是一个角色，角色有咧变无？角色随时拢在变，安尼啦。所以，我和你最近咱体验的是这样嘛。局啦有分做善
小局，有小局，敢有大局？哦，啊，有大局，敢有天局？哦，有嘛吼？小局叫做经济啦。咱若要拼到饭通食，叫经济啦。逐个若要认真做生意，拢有钱通赚，叫经济，叫小局，是毋是？毋过，啥物叫大局？大局叫做政治。经济拄着政治，经济拢无效。哦，是大局叫政治嘛吼？哎，啊来大局叫政治，啊，过来有一种是天局的咧。天局就是啥？天局就是天做的物件的局，天的局。天的局叫做啥？叫空气。啥物是天做的？空气是天做的。所以空气互病毒，你含政治都无效。安尼是毋是天局？空气啥做的？天做的。你所有外口拢无效，美国遐尼牛敢有效？拄着病毒敢有效？完全也袂记啊！这叫天局。所以局内底有分做小局、大局和天局，咱拢爱去面对。啊，迄个变化有大无？足大。迄个变化，互咱的内心内底会彷徨。啊，毋过相对的哦，咱的欲若愈少，欲就是咧讲火势，火，火啦，啊，迄个情绪咧讲气，一种火势含气，含气势，就叫咧炼丹的艺术相关啦。你炼丹一定爱会发药的嘛，啊，下底啊开始炼嘛，啊，下药啊无，哎嘛，迄叫发药，叫发药。咱今日伫遮听着，伊叫做发药。会念咧，坐伫遮慢慢啊听，慢慢啊听，慢慢啊听，转来咱的语言内底嘛咧练。你有发表下落，来不等下落，等你到厝里开始练，开始练。开始练的话，你是要用文话还是武话来练？话人用量嘛较济话人用量较济，佮加上着伊呢，人讲较扫兴叫做气势，伊就开话啦。若武话要来炼丹，会超会打咩？会嘛会安尼啦超会打。所以当咱咧听道理，共款，咱马上随便感觉我听着道理，马上就会安怎，绝对超会打，会变一个，一定会变质啦。咱人的心毋是一世人咱意来，所以每一步拢是点点滴滴，慢慢啊去，一点解两点解，慢慢啊去修，慢慢啊练，慢慢啊练，慢慢啊练是咧讲你的欲爱少，基本顶你的欲爱愈来愈少，就是迄个茶较少咧。迄个势呢，迄个火势就是迄个气较柔咧。所以往咱要听道理，毋过咱有改掉咱内心的急的气、扫兴的气、无好的气，这气若无改，咱听气就会发于当中。相对的有当时会偏见有作者嘛是看袂惯势会做些心不平会不会这样？会，一样会有这种道理。所以讲，今仔日咱透过着文化安尼火安尼气势较强的，火用量较少的，气势较强的，叫做化药含量。咱的用量较少的，就是以茶的较少。而且讲你的气莫遐细，莫压遐大个。文化慢慢啊练，慢慢啊练。你练的过程就是咧讲啥？你练的过程，互迄个药会产生，
养分。迄个叶啊会产生养分，所以咱而且咧练，而且咧练，咧练出咱的啥？内底有叶啊，有道理的物件叫做烦恼。啊，咱的心袂使急，咱的心柔较力量较少的，安尼慢慢啊练，慢慢啊练。迄叶啊内底，咱慢慢啊练，照医生的交代，慢慢啊练。那安尼迄药内底有啥物养分来敢知？法药内底有啥物养分来敢知？有镁、钴、钿。镁、钴、钴、钴是不是四种维他命？对不对？啊，维他命是不是养分？啊，你若无透过这法药来慢慢啊练，这养分会出来吗？所以咱今仔日咱若无耐心哦，你药啊去用炒花汤，还是去用变进去？你若讲今仔日人医生交代，你得3顿食，食偌济药啊，毋是你马上了较紧好，你一摆做伙食，食看卖啊，是药啊无效啦，还是安怎啦？今仔日认真讲，是咱家己。是咱家己迄个的气和药产生问题，或这个法药变问题啦，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你慢慢啊，你练的过程，咱的智慧气我出来，啊靠，迄智慧气就是咧培养咱的耐心，我们的细心，我们的耐心。叫油嘛吼，迄个叫做稳的物件嘛，迄个气势较重的。而且用量会较少的，啊慢慢来练迄个药，啊所以第一项马上，迄养分出来就是镁、钴、钿、钴。第一个先讲咧，有镁了后，你的钴才产生会出来。若无镁，你毋是产生，毋是钴。啊，若无钴的话，相对咱的内心，为什么它会无钴？无够连结，无够清气。内在欲望上过济，撇皮上过济，美角上过济，内底不干净，安尼吗？啊，内底不干净，你有羞耻心嘛？你也不会反省你自己。所以定定来练，结果咱食袂到伊的养分，毋是法药的问题，是咱的药量和血和迄个气势，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咱来慢慢去练，啊，所以当咱的药量愈少，相对就会当了解，咱的药量要安怎互较少？咱感觉想过这个问题，定咧讲肝药，咱讲哪咧讲肝药，咱知？咱感觉想过这个问题，叫我肝药，敢无够肝药？我已经食素食啦，哦，啊，平常时啊，无啥咧买啥物好啥，啊，大汉嘛已经大到安尼有够熟诶。对无？啊，一工开毋食面钱，啊，你讲有够管用，无啥物叫管用。哦，咱感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咱慢慢去甲伊探讨。那安尼话，咱要怎管用？管用较会当掌握住我们的情绪哦。咱重点是要掌握情绪哦。当会当掌握情绪，咱今仔日人生较有简单，若无咱拢互人情绪绑架哦。我们是被情绪、被别人的情绪绑架，也让自己的情绪绑架。安尼哦，安尼的话，今仔日相对咱人生，毋是你咧做主哦，是情绪在做主哦。安尼哦，所以若安尼要怎管用？管用，要会当刺激我管用就是。忏悔，要会当因为到管用就是啥？就是啥呢？无见到较好的方法，若无正财，若无正财，若无正心，若无正心，咱今仔日这物件啥叫做牺牲付出？咱若无牺牲付出，咱的欲会愈来愈大。安尼哦。咱若无忏悔，无牺牲，无付出，无下财，无下心，无下心，
咱这用一定会愈济，听愈济法语的物件，咱会用个愈济，这法的物件拢到后壁拢袂济，安尼就这样。所以咱慢慢去甲伊做一个体会，慢慢写，慢慢写。啊，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是咱贪的物件愈来愈少，贪的物件越是愈贪来，贪的物件愈来愈少的情形下，相对咱的心胸，你着甲放会开，较无得失心。啊，相对较放会开，较无得失心，你很多事情比较容易放得下。比较容易放得下，比较能够看得开，啊，那你的情绪当中比较不会失控，就这样而已。所以咱慢慢啊，互阿嘛常常咧体会一件代志。我常咧体会呢，较早阮是少，阮伫囡仔着对爸爸的时候，啊，较早爸爸妈妈做到，拢一直压伫听到你，听到你，听到你，听到你。毋过吼，互学拢一道理用听，啊毋过，互学永远都会记住一寡代志，啥物代志？我若去到对号，比如讲去到中营啊，迄啦，爱下营啊，爱满岛的退啦，迄老菩萨吼拢做下来，啊若去遐开班吼。还去遐食中昼顿，见卖去台湾啊，疫情当中，我讲一句话，啊，一场我了完啊，迄场了完用小抢的啦，了完用小抢的啦，啊，较早咧趁钱就无简单呢，哦，毋是讲啊去做事，人家做临时工呢，做辛苦呢，毋过若拄着要开班的时阵，拢讲我了完啊，你这毋通搁来完抢哦。我了完啊，了完用小抢，我莫就安尼吼，我道理拢听无啦。毋过看听到这吼，听甲拢感动。我这老婆身体拢安尼，这老婆身体拢安尼。啊，所以过去咧修道人，伊的心用量有济无？重点是过来了完来的啦。我讲是。所以就是透过了完，所以过去的人当中有修到有迄效，有嘛吼？因为过去人较单纯啊，过去人用量少啊，所以离心内底伊的火候就较济啊。所以过去的人较会当抓着了心得啊，咁咪迄个是火候，对呢？迄就是火候，迄火候的后壁就是情绪。啊，这敢是咱少年人爱学，敢是咱一代爱学。若无因安尼了完，对较早30几10当前，40几当前，50几当前，因安尼点滴滴安尼了完啊，到习惯了后吼，后壁你来起一间大事，吼。因的钱会渐渐较济一点啊无，会较好过无？较好过嘛，搁咧了完，啊要去即间圣堂啊，了完啊，因为了完到尾来关系咧。所以迄是对平常时啊点滴滴啊，你看。因安尼了完，也要了完做义工，也要了完，要安怎？要了完怎？迄个点滴滴的精神，足够足，足可爱。啊，人安尼点，啊内底目的就是拢讲一句话，拢讲一句话，咱一世人，就厝内样做事，身躯有一点咱就用一个厝，大家有一个。所在人有咧，有一个所在人听到你，有这个大约就听到。那里面有没有爱这个层面？有没有？有。好，咱详细来想，人安尼这面听就对啦，迄内底有伊真实的美好，安尼真实。
真的。所以透过安尼，因内底咧做的过程，伊会开始做，嘛会开始保持在一般。所以迄个过程内面，咱的情绪是稳定的。所以越愈济了后，当中咱的情如何控制，爱会愈细，所以迄个咱人情绪的稳定性就会比较稳定。爱较稳定咧练的过程，你练会伊会较稳，较袂起起落落，练出来的蛋，伊的养分就不一样。所以讲，咱师尊甲讲讲，修行上较大的致命伤就是啥？回来，真的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在后来哦。所以大家较爱讲一句话讲：修心在正义心，心有所奋力，则不得其进；有所恐惧，则不得其进；有所渴望，则不得其进；有所忧患，则不得其进。咱今仔日要修心，要修这个身躯，一定爱先将你的心好正。你的心要会正。你的心要正，一定要先观用。观用了后，你的情绪才能找到一个情绪的平衡点，才能找到情绪的平衡点。当咱情绪的平衡点找到了后，咱迄个不满的物件就愈少，我们的不满才会越少。所以，当咱的欲量有出来的时阵，当咱心中的欲愈济的时阵，愤怒、恐惧、恶怒、忧患会产生这物件。这是用欲量所产生的，这种是欲量所产生的物件。所以问题当中，伊突然产生不平。问题当中，伊就突然产生不平。今仔日咱的恐惧内底，它有产生不安。好怒内底，它有人产生内稳，忧患内底，它有人产生内清，心袂清啦，搞超烦啦，因为烦恼特别多啦，得失心特别严重啦，所以这物件拢互咱伫一生当中，互咱拢阻碍着我们灵性的提升。咱的灵魂来到世间是要创安怎样知？咱感觉思考这个问题。咱灵魂来到这是要创安怎样知？我们不用把我们想得太过超越。咱的灵性，咱的灵魂来到这是要修行的啦。我们来这边是要修行的啦。咱灵魂来到这是要修行的。不过今仔日有足侪阻碍修行，伊的很多的障碍，那些障碍都来自于欲望所产生的情绪啊。这个是咱要提升，要互咱灵魂提升足大的障碍。障碍要伫外口，离咱自己，离咱自己情绪的无稳定，太多内心的不平，太多的不稳，太多的将过者一种的袂清。就是有这物件当中打互咱的灵性内底，咱感觉无修，不过我们好像有在修，可是我的爱没有越来越多。咱有要修道的人，伊的爱就愈来愈多。我们灵性的高低，灵魂伊本身的赞助关键于伊的爱这来者。这个才是重点。菩萨的灵性层次高不高？伊的关键看见到伊对世间兄弟姊妹的真情，
行情啊。所以，一个人的灵性，一个人的灵魂当中，伊的赞助的关键，在于着你对着咱今仔日情绪的控制，咱对情绪的控制，流露出来一种爱的物件，有真爱。就咱互我头前咧讲的。咱来到这间文堂，我就是因为爱这个家，所以我喜欢回来。我喜欢回来，东摸摸西摸摸，遐做过，就敢若咱去园林啊，无聊反正去园林啊，遐摸过，无要创啊。今仔日离厝的安尼摸东摸西，因为你的摸东摸西，因为就是爱这个厝啊。咱来爱这个运动，咱嘛不忙大家回来摸嘞，摸的意思就是来自我，来将付出的一切来对，因为我爱这个家。当我爱有产生以后，那问题的物件，不平的物件，有啊，你晓得？爱产生了以后，不安，无稳的物件，若安尼为咱理性内底，透过着这个爱做伫这个家庭的付出，用爱来付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圣堂的大家庭。来爱我们更多的后一代，我们尽量来牺牲付出。其实你在爱的过程里面，你在提升你灵魂的层次，增长了你灵魂的位阶。当你情绪的问题、欲望的问题，看迄个惯势，看迄不满的时阵，其实你心内底已经。你的灵魂的层次在下降，所以灵魂要接受到愈修，你的爱就要越多，这个才是修道的精加行为。希望我们把这个爱，大家的爱带入到我们家的爱。带入到每一个人，让温情这是所以爱条这个，咱的有光光清楚了一点啊，哪个这些都会认识，这都会认识啊。所以有些人耐得了寂寞，经不起诱惑；有些人是扛得住贫穷，经不起富贵；有些人是走过风雨，但经不起。毋过伊个关键点，有的人唔知。伊个关键点嘛是伊用功夫，毋是？伊咧面对迄个寂寞的时阵，因为就敢若囡仔读册啦，囡仔读册大家拢去佚佗，我毋敢去佚佗，为啥？因为我要拼第一名，敢是哪有功？敢是对嘛？毋嘛，我以后赚较侪钱的嘛，所以我拍拼嘛，反正伊个。嘛是用功啊，对不？安尼啊，所以当有用功内底，虽然你耐得了寂寞，虽然你守住贫穷，虽然你走过风雨，当今仔日咯已经不寂寞了，已经不贫穷了，已经开始风平浪静了。另外一个因缘的局势来了，那个局势来了以后，也是另外一个考验，考得过吗？有欲望就一定有变数，就是这样。欲望越大，变数就越大。连变成变见，会不会？会，那是绝对的，那是绝对的。对过去咱离道场和舞台，慢慢啊，开咱愈来愈舞台的时阵，相对的，我们会征求，我们会衬托自己的价值以后。那安尼话，咱的气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气就不一样了哦，但是是我们的坚持就不一样了哦。所以那个都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那个过程里面，都还是很多自己的地方。那个贵点各有重视的规模哦。所以会校的重要是由简入贵，由不离变有利啊，由无用变有用。哦，这个就是会校以前前，好这个人，咱大家拢唔茫讲，咱人生会当活了简单，哦，啊，佫会当顺利啦，哦，对不对？啊，佫会当讲真正互咱有用啦。大家拢茫安尼，毋过条件对不对？就是没有条件，哦，所以咱伫这个会校内底对书一定书和情，书就是咧用脑，情就是用心。对书的物件，咱只要咱勤加练习，咱的书会愈来愈有专业。毋过对情的物件，你愈来愈有专业，毋过你的心嘛爱练啊。爱练的过程就是讲，爱练就咱互我拄仔讲，你离发药的练功，就是咱愈来咱的心愈来愈有养分。爱的养分就是礼义良知。咱愈伫这个咧练的过程，咧面对的过程，咱愈知影礼让。咧练的过程，咱愈来愈有意，知影咱爱做当中，咱一定义不容辞。哦，啊，会愈来愈知影人反省家己，要求家己。所以迄个物件叫做啥？迄个叫做境界。所以外在叫做能力，经过密集的训练叫做能力，经过咱真心的要求咱家己这个境界。哦，对无？啊，能力当中伊是咧讲功夫做好。哦，啊，境界伊就讲德性，所以叫做功德。功就是功夫，德就是德性。要有功夫，爱改变惯性。我们很多的习惯性，咱拢爱改变，对不？哦，所以要功夫到家，一定爱改变做些惯性的物件。毋过要有德性，必须要调整我们的习气。安尼嘛。所以不管做外在的社会事，做工课的事，爱精益求精了，呀，还是要精益求精，因为若无安尼你无福报。哦，安尼嘛吼，啊，毋过爱脚踏实地无，爱替人想无，爱有良知无，啊，迄个叫做智慧。当今仔日咱也要去替人想。啊，今日伊伫心内底，咱搁脚踏实地，咱拢实实在在。啊，若安尼能力啊，搁外在的能力又很好，那安尼不是富贵享受吗？安尼这个叫什么讲？所以人讲一句话：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一将难求，这个将是从富贵双修来的。你是一个可靠，可以依赖。可靠的老板，你也是一个可以依赖可靠的先生，你也是一个可以依赖可靠的儿子，你也是一个依赖可靠的爸爸，你也是一个依赖可靠的朋友。是不是面面俱到？福慧双修就是要让你们进到面面俱到。安尼他是真正会好呢？个真正会好呢？啊，若安尼起来的话，咱愈修道的过程当中，咱伫内底，咱的家庭，咱的一切愈来愈美满咧。会哦，啊，所以吼，有足侪拢是会好无头的啦，情绪控制无好的啦。所以他迄个菜吼，家己都咧烫啦，哦，一直拢袂改变，迄个味吼，
看办这种比啊，敢若好像拢无啥改变啦吼，大家互相勉励，大家互相勉励啦，哦，所以有会校当中咱产生耐心、细心、专注、体贴、担当、负责、严谨和诚恳，迄内底拢是要伊经营，拢是外在的事拢爱经营，毋过要经营外在的事，一定爱管理性理内在。啊，管理内在就是要管理情绪、管理欲望、管理情绪，而来用这种很正确的欲望、很稳定的情绪来面对外在的事。安尼讲会完吗？绝对圆满，绝对圆满，绝对圆满。哦，所以大家互相的共勉啦，吼。好，啊，到这来，咱即摆来听一首歌啦。因为今日是正常的班吼，啊，所以讲下其他的迄个较无啥关系。